3、4、5、6、7，多勞多得，錄緊噶咯喎，錄緊啊！係啊，錄緊啦。歡迎翻嚟交友廣場，今日有我奇哥喺度做節目。聽眾可能發現啦，我已經有一段時間咧冇錄新嘅節目啦。咁其實咧有原因嘅，因為咧我咧就飛咗一轉翻香港。今次翻去咧，其實係因為我有一個好好嘅朋友喺近期嘅一場火災裏邊咧不幸咁樣喪生。所以我就想拎翻一啲我朋友當初借俾我嘅物品啦，咁樣翻去香港咧係交還俾佢嘅屋企人。我知道咧呢一啲物品啦，對佢屋企人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回憶嚟嘅。咁亦都順便啦，就希望親身咧去靈柩前面啦，鞠個躬啦，同埋裝啲香啦。咁其實咧有時真係估唔到大家都咁後生啊，幾年冇見咧，再見翻嘅時候咧就變咗天人相隔，真係好感慨嘅。其實喺呢段期間呢，我一邊搞自己嘅私人嘢啦，一邊咧都有留意住啦英國申請永居嗰啲嘅相關新聞報導嘅。咁就先恭喜大家啦，即係拎住 BNO Visa 嘅人啊，淨係需要考 B1 就夠啦，唔需要擔心話要走去加辣去考 B2 咁樣。對於好多人嚟講咧，其實真係一個好好嘅消息嚟。雖然英國政府咧仲未澄清啦，佢嗰個新嘅經濟貢獻條件，即係12570磅一年嘅嗰一個條件啦，係咪適用於BNO Visa？ 咁但係咧，我覺得而家嗰個發展趨勢啦，係我覺得係樂觀嘅，應該係我哋唔需要擔心呢個12570呢一樣嘢咯。另一方面，我都收到英國政府啦嘅電郵，就話我之前買嘅 ECCTIS 學歷認證嘅費用啊，係可以退翻42磅喎。哇！我真係覺得好開心喎。除此之外啦，英國政府其實都宣布咗啦，喺4月8號之後啦，就會對於嗰個永居申請啊、入籍申請啊呢啲咁樣嘅費用咧係會加價。咁但係一個好消息咧就係話咧，喺4月8號之後啦，就會多咗一個方法咧，就係申請呢個永居啦，係唔需要打手指模喺個 app 裏邊做就得噶啦咁樣。咁我見到其實一啲相關嘅討論區咧，都好多人喺度問啦，就係哇，我應唔應該等啊？定還是我而家填咗表係咪要再填過咧？咁樣咁我相信應該唔使擔心嘅，因為咧以我理解咧就係咧打手指模舊嘅方式咧係會同新嗰個唔需要打手指模嘅申請方式咧係會同時並存咯。咁大家要留意下。咁但係最重要嗰樣嘢咧就係4月8號之後一定係會加價。另一方面啦，我見到B1 嗰個考試咧都好似有啲加價嘅跡象，因為有啲網友 cap 俾我睇啦，就係嗰個係港橋嘅一個 post 嚟嘅，咁就見到佢係加咗少少錢咁樣咯。其實關於搶快證嗰邊咧都有啲新嘅消息嘅喎，譬如話咧，我見到一啲討論區裏邊啦，有人咧就做一啲統計喎，就話見到咧如果係1、2月啦，係提交呢一個咁樣嘅永居申請啦，不論係用快證或者唔用快證啦，其實個時間咧普遍嚟講啊，都係會比起後來3月中去交表嘅人咧係快好多嘅喎。咁而家咧嗰個平均時間咧係增加咗嘅。咁我覺得咧，即係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呢啲統計都幾有趣啊。我覺得嗱，佢可能個 sampling 嗰個數目未必係咁大，但係我覺得有人去做呢啲統計，我覺得都係歡迎，係對大家有幫助咯。唔好鬧佢先咯，我覺得。另一樣嘢咧就係關於快證嗰個搶嘅時間啦。嗱，我哋以往咧喺標準時間咧都係凌晨0時噶嘛。咁而家咧3月29號咧，我哋會進入呢個夏令時間啦。有機會咧係嗰個搶快證嘅時間咧就唔再係凌晨0時，而係變到去係清晨嘅1點鐘先會出嚟嘅喎。咁如果係呢段時間啊，如果係夏令時間去搶快證嘅話咧，你哋去撳 F5 嘅時間咧就可能係要留意翻啦，未必係12點，係可能係變咗做1點咯。好啦，講咗咁多自己嘅近況啦，同埋申請英國永居嘅新消息啦，其實我都覺得好驚訝嘅喎。留言區裏邊咧仍然有好多聽眾啦喺度咧係問緊咧關於申請英國永居嘅問題喎。咁不如咧我哋又做多集 Q&A 啊。咁
咁啊，開始之前咧，照舊啦，我都要講講我自己咧就唔係移民律師，咁我所講嘅資訊啦，只係一啲個人嘅經驗啦，同埋睇法，就唔涉及咧任何嘅法律啊或者移民建議。所有嘅資訊咧，你自己聽咗落去啦，最好咧都係睇一睇官方嘅文件，或者你有錢嘅話咧，就請個移民律師問下佢哋意見，咁就會更加準確。咁啊，第一個留言咧就問話係咪攞到快證先上載文件？如果咧上載文件有問題咧，會唔會搞到咧係不被獲批咁樣？我之前做咧就一定係搶咗快證，俾咗錢先，咁樣咧先會有機會去到之後嗰個網站，即係個 TLS 嗰個網站啦，去做一啲文件上傳嘅動作嘅。咁至於你上傳嘅文件如果有問題，會唔會即刻被拒咧？我覺得應該唔會嘅，佢會問翻你，聯絡翻你，咁樣睇下你有冇辦法去補交咯。除非你有一個情況就係你根本完全唔符合嗰一個申請英國永居嘅條件，咁就有可能係即刻 reject 你個申請咯。第二個留言咧就問話呢位聽眾啦，同先生當日咧係獨立申請呢一個 BNO Visa 嘅。我相信佢而家問緊咧就係話而家咧係申請英國永居嘅時候啦，填報 dependent 嘅時候需唔需要咧係填翻對方咁樣？嗱，以我理解啊嚇係唔需要嘅，因為你係獨立申請啊嘛。咁而對方咧亦都唔係你嘅 dependent 啊嘛。咁但係咧，我覺得會咁樣做嘅。我記得佢嗰個申請表裏邊咧會問話同一時間係咪有其他家屬咧係一齊申請？我覺得你可能喺嗰個版面裏邊咧就 yes， 然後補充翻你先生嘅資料咯。咁但係我要強調啦，佢唔應該係屬於你嘅 dependent 咯，因為你哋係獨立申請嘅。咁希望我嘅睇法啊經驗可以對你有幫助啦嚇。第三個留言咧就聽眾問話喺呢條教學片裏邊啦，就係1個鐘18分42秒嗰度咧，嗰個簽證中心啊有冇去掃描我嘅 BNO 護照同埋特區護照咁樣？咁我當時咧其實帶咗3本護照嘅，新嘅 BNO 護照啦、舊嘅 BNO 護照啦，同埋香港特區護照。咁當時職員咧淨係咧係 scan 咗我本最新嘅 BNO 護照咯。嗱，希望我嘅經驗咧係幫到你啦。下一個留言咧就問話去簽證中心當日咧係要帶啲乜嘢文件，同埋咧嗰一封咁樣嘅 confirmation letter 咧係咪必須要打印出嚟？嗱，我自己個人建議咧，嗰封 confirmation letter 咧係最好打印出嚟嘅。咁雖然咧佢嗰度裏邊咧都有啲指引咧，就係話如果你係電子版，即係話可能嗰封 confirmation letter 咧喺你個手機裏邊 present 得到嘅話咧，職員都會接受。咁但係咧你知道啦，嗱，世事好多，譬如話可能係冇信號啊、冇電啊各樣嘢咁樣。如果你冇一張咧紙本嘅 confirmation letter 咧，咁你又可能會到時白行一趟，或者係錯過咗嗰個 appointment 咯。咁你既然係差少少係印得出嚟嘅，咁咪印埋佢咯，我覺得。咁簽證中心當日需要帶啲咩文件啊？嗱，我自己咧，因為咧我冇用到嗰一個咧有職員幫我 scan文件嗰一個服務啦，我就淨係需要帶嗰一封 confirmation letter 同埋咧我嘅護照啦，就已經 OK 啦。咁如果你係用俾錢啊，用佢嗰個 TLS contact 嗰個服務咧，就係有人幫你 scan 嘅，咁你就需要帶翻你嗰啲紙本嘅證明文件過去俾人哋 scan 咯。咁希望我嘅經驗咧係對你有幫助啦。咁下一位聽眾咧就問啦，話可唔可以咧提供咧嗰一個 UKVI 網址，咁等佢咧可以咧係登入去佢個賬戶啦，然後下載佢當初申請 BNO Visa 嘅嗰個副本咁樣。咁嗱，我呢度咧就揾咗嗰個網址出嚟啦，你可以咧睇翻呢一個網址，咁撳入去啦。其實你睇翻個 forms 嗰度咧，就可以睇翻以前遞交過嘅 BNO Visa 嘅一啲副本資料咯。OK， 一口氣咧就解答咗好多條問題啦。咁我哋咧今集嘅 Q&A 咧就嚟到呢一度先啦。咁如果咧你哋係第一次聽我哋呢一個節目嘅話咧，其實我哋好早之前1個月之前已經拍咗一個咧好詳細嘅申請英國永居嘅 step by step 嘅影片，咁可以先睇咗嗰個先。咁往後咧我哋有需要嘅話咧都
都會拍更加多嘅 Q&A 啦，去跟進啦。咁其實我哋已經拍到第5集噶咯，之前咧好多問題我哋都解答咗，咁不妨咧去睇一睇先。咁啊，另外咧，如果你係跟咗我哋嘅方法係成功攞到永居嘅話咧，都不妨留言一下，分享下自己嘅經驗啦。因為咧嗱，過咗咁耐啦，呢1個月咧就好多唔同嘅變化，可能一啲版面啊，或者咧一啲個表格嗰個設計啊都唔同咗。咁如果咧有啲唔同咗嘅位置啊，其實攞出嚟講下咧，等大家知道咧都係好事嚟嘅。咁希望咧大家繼續互相幫忙啦。嗱，如果中意我哋嘅節目咧，記得咧點讚、分享同埋訂閱喎。咁千祈咧唔好咧收埋埋，記得咧係同其他人分享。咁咧我哋下集再見咯，拜拜。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節目，就記得 share、subscribe 同埋 like， 仲要撳埋個鐘仔。仲有，如果大家有啲咩題目想我哋去講嘅，都可以喺我哋個 comment 度留言。多謝。